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，感谢主，互咱会通做伙伫伊面前来祈祷。以赛亚书41章10节安尼讲：恁无得惊，因为我甲恁三个伫地；无得论的，因为我是恁的上帝。时刻甲阮三个伫地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互阮无惊吓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甲阮伫地的主，你是阮生命特时的倚靠甲帮赞。主啊！当世间人伫疫情的威胁下面，充满惊吓甲不安的事，伊对阮讲：无得惊吓，因为我甲恁三个伫地；无得论呢，因为我是恁的上帝。主啊！这是遐尼大的恩典啊！因为你永远要甲阮三个伫地，所以阮阁有啥物通惊呢？愿你帮助阮，坚心来倚靠你，也用信心来经历你同在的美妙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的平安每一天甲咱三个伫地，互咱知咱无得惊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。平安，愿上帝赐福咱的每一天。